后来乡亲继续要来讲违规停车害死人。台中丰工科技大学一个女大学生骑机车要去学校，要闪一台违规停伫慢车道的货车，闪无过，转去下着货车来刹车，了后壁一台大货车拄拄驶到位，全位女学生甲交过，活来告死。两台车拢卡着过失致死罪，驾驶拢互移送法办。只是女学生才拄拄去读大学，煞入要去学校的半路出车祸来死亡，至亲家属无法度接受，真悲伤。货运公司的货车违规停伫路边的公车位，货车有准一个随来大货车驶过，正凭后链去搞着并车的女大学生当场无命。因后爸老母接到消息赶到现场，有够伤心。看到辛苦甲请到18岁，倒读丰工科技大学进修部1年的宝贝查某囝，变成车下的亡魂。因后爸老母靠家人徛袂在，出面讲这个伙10年前搬来，这个女大学生外形真水。现在都真水，小孩子都来这边啊，弹琴啊，怎么样啊，跟小孩子玩一起啊。警方调查，这个女大学生当时要骑车上课，骑伫台湾大道到玉门路慢车道，路无宽，有一个货车停伫遐社会，大货车又搁对伫后壁，敢有违规？警方还搁调查。我们会调查这个路段是否进行大货车、连接车以上的车子不能够行经该处。如果有确定的违规，我们依照规定处罚。这个女大学生为了闪违规停车货车并车了，伊搁和后壁大货车交死，两个驾驶无啉酒，也毋过有牵涉到过失致死。做完笔录了，拢被移送。